咱繼續來關心這白沙屯媽祖進香，昨昏深更起駕了後呢，這鑾橋頂頭除了有白沙屯媽山邊馬，這屆也有江天宮的羅珠馬。早起呢，這白沙屯媽祖的鑾駕暫時歇佇咧大甲鎮瀾宮，信徒是真歡喜。若講到這屆呢，這白沙屯媽祖進香，交通部整合着台鐵、高鐵，還有公路運輸，一天就疏運超過12萬人次。也因為這天氣開始反熱咯，一寡信眾呢行到一半，身體無爽快啊。白沙屯媽祖的鑾轎13早起來到台中大甲市區，隨真緊就來到鎮瀾宮廟埕。三進三出了後，鑾轎直接駐駕鎮瀾宮。也那即擺白沙屯媽祖鑾轎頂面，除了每年攏會出門的白沙屯媽祖甲山邊媽祖，也頭一擺加入羅珠馬。三尊媽祖來到鎮瀾宮甲大甲媽相會，也是頭一擺出現四尊媽祖相會場面，互信眾是真歡喜。廟方講，這款的機緣攏是依照媽祖的旨意。至少今年可能是我們第一次三尊媽祖一起進香，然後再加上大甲鎮瀾宮就會有所謂的四媽會這種說法。我們還在期待啦，比如說今天晚上會住在哪裡，明天中午又會在哪裡休息。其實這個都會讓大家有很多的想法。粉紅色的媽祖鑾轎下晡2點起駕了後，擱再落南。廟方講，今年香燈卡報名人數超過46萬人，是歷年來上多。交通部也整合台鐵、公路甲高鐵全力來進行疏運的作業，一天成功疏運超過12萬人次，比去年加將近5成。台鐵為主，然後加開接駁公車，然後高鐵為輔的方式去做一個整體的疏運。香燈卡一路隨行，周一天天氣好，氣溫真懸，有人出現身體無爽快送病院的情況。隨行的救護團隊統計，2天內已經有大約30人送病院。昨天晚上是比較多，因為可能睡眠不足，所以導致他有頭暈，然後肢體無力的狀況。然後直到今天早上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就發生了一些熱中暑、熱急症的狀況。救護團隊講，無爽快症狀大部分是着山甲人的痕。周一天的氣溫攏真懸，提醒香燈卡愛注意補充水分以外，若體力擋袂牢，愛趕緊休困，也是坐車賣眼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